千祈唔好亂買樓噶啦。嗱，重要嘅事情呢，我只講一次，15/5規劃你哋睇咗未？房地產已經變咗天啦，完全係打明牌嘅。未來5年買樓嘅思路呢，徹徹底底啊，跟住變晒。我將規劃裏面關於房產部分前後呢，我睇咗10幾次，真係發現咗呢啲事喎，好似你哋而家都未搞明白嘅。接下來呢5年喺房上面呢做任何一個決定呢，都有可能將你辛苦賺嘅錢一下子冇晒。阿 Ken 建議你哋呢快啲點讚收藏，轉發俾你哋身邊正在準備買樓嘅親戚朋友，佢哋一定會感謝你。而家呢，無論你係正在打算買樓，定係已經成為咗業主，你都必須要知道未來5年房地產嘅新玩法。呢次15/5規劃最犀利嘅地方呢係邊度呢？之前所有5年規劃房地產都係放喺經濟發展呢一塊，跟住 GDP 投資消費排坐，但係呢一次呢直接劃為保障同民生呢一塊。呢次絕對唔係一個簡單嘅政策調整，呢個係房地產重新定調，就係話俾我哋每個人知，房從今年開始啊，唔再係拉動經濟增長嘅一個發動機啦。土地財政時代已經過去，任何人都冇幻想買一套樓就可以一夜暴富噶。房以後呢，就係用俾老百姓住嘅，以後人人都買得起房。呢種形勢下，惠州嘅房價一定會到一個合理嘅水平。接下來呢，具體呢仲有幾個重大嘅變化。首先呢係持續咗27年嘅造富神話，嗱呢次真係熄火啦。98年房改到而家，惠州嘅房價呢從1、2千飆到咗2、3萬，翻咗10幾倍都唔止。打個比方啦，98年你用10萬蚊買嘅樓，前幾年呢可以賣100萬，呢個都係點解之前咁多人高滾買樓嘅原因。但係而家呢，支撐呢個神話嘅3個頂梁柱已經冚唪唥冧晒噶啦。第一個呢，就係城鎮化紅利已經豪燃咗啦。過去20年房價一直飆升，靠緊係咩嘢呢？鼓勵農民入城市係靠年輕人高滾消費啊。第二個呢，就係人口斷崖式下降，23年開始出現呢負增長。第三個呢，就係貨幣放水嘅時代呢徹底結束啦。從21年到25年已經放咗幾次，房一年比一年難賣。原先畫個地圖呢，起個大門口呢，就可以將成個樓盤賣晒，眯埋眼買樓都可以揾錢嘅時代，到而家呢徹底玩唔到噶啦。市場呢到咗一定嘅飽和度呢，所以你好似仲諗到按以前嘅經驗去判斷未來房價，你一定會蝕錢嘅。而家呢樓市係兩極分化咁嚴重，咁點樣買房唔買貴呢？規劃裏面呢有幾個字係值千金嘅，就係因城施策。嗱，呢個意味就呢，就係你以後呢再冇房價普漲嘅情況噶啦。未來惠州每個板塊都唔會一樣，有啲會升，有啲會跌。只有人口持續增長、經濟產業增長嘅地方先企得住腳。喺人口產業都不斷流失嘅位置呢，再平啊都係大坑啊。第三，點樣去判斷呢間屋可唔可以買呢？就係睇3個核心指標。一，睇人口流向，人口係支撐房價嘅基礎，冇人口或者人口流失嚴重嘅房價仲有價值咩？第二，睇產業支撐，冇好嘅產業支撐同埋城市發展同就業質量自然就係差噶啦。意思就係工資低，打工地方少，仲會有人咩？第三，睇公共設備，地鐵、大型商場、省級書包、3甲醫院、大型公園等等。
嗱，呢啲都係經過研究好耐，城市發展更新好耐先會見嘅，越多越值錢。第四就係騎樓嘅時代已經徹底結束啦。嗱，上頭咧明確規定要推進嗱現樓銷售。嗱，以前發展商咧攞住 PPT 嗱，攞住張圖紙就可以將屋賣俾你哋。嗱，以後唔會再有呢種情況噶啦。但係要實施落嚟咧，需要一段時間。嗱，而家咧遇到騎樓，我哋一定要留個心眼。下面咧呢3條關鍵嘅時候咧係可以救命嘅。第一個咧，可以買現樓就唔買騎樓，除非咧係國企或者央企。但係咧要睇2點，一睇有冇有封頂，第二咧睇前有冇有監管賬號。只要有一條唔係咧，即刻唔好考慮。第二個咧就係將投資嘅思維咧轉為消費嘅思維，唔好再諗住咧買套樓就可以升值噶啦。嗱，而家大多數房未來就係一個消費品。買樓之前咧，先問問自己，我有冇有呢個需求，係唔係非買不可？月供我可唔可以接受？房價仲會降20%，我可唔可以接受？就好似買車一樣，新車落地咧唔見咗幾萬噶啦，你考慮清楚再買。第三個咧就係買樓就要記住6點啦：核心板塊、核心地段、好書包、近地鐵、商業物業好，未來保值會好一啲嘅。都係你個賣點啦，係嘛？最後咧，咩時候買咧？阿 Ken 同你講3個重要信號，你自己考慮清楚。第一個，政策真係放鬆咗，政府同你兜底嘅時候咧可以考慮，但係唔好盲目上車。第二個咧，保障房越來越多，就係分流商品房嘅需求。嗱，呢個時候咧一定要考慮核心位置。第三個咧，改善住宅越來越多，發展商咁建大戶型嘅時候咧，都可以考慮一下嘅。所以而家眯埋眼買樓嘅時代咧已經過去啦。房係你一世嘅大事，一旦買錯，都可能半世都翻唔到身嘅。一定要守好自己嘅前途，冇俾呢27年嘅思維毀咗你嘅下半生。而家咧喺網上講真話真係太難啦，我每日咧都會收到舉報，或者我睇評論區咧，居然有人話我喺唱衰。我唔係唱衰啊，主要係想幫大家買房避坑。有啲地方真係唔一直降價，我做呢行睇住都係心驚嘅，所以就幫大家避坑。有啲地方升咗，我都有講。就比如咧喺萬達附近咧，部分樓盤比上一年係有少少升咗㗎。提醒下買房要睇個人嘅能力，唔好衝動消費，要量力而行。因為咧呢個市場一旦你買錯房啊，你連翻身嘅機會都冇嘅。我咁樣做咧，難道真係有錯咩？好似你哋咧覺得阿 Ken 講得啱嘅，喺評論區俾我打翻個 like 支持一下。你哋嘅支持咧就係我更新最大嘅動力。跟住阿 Ken 惠州買樓幫你避坑，下期再見，拜拜。